世界卫生大会 （WHO） 2月要伫瑞士举办，咱台湾到大也未受到邀请。卫福部长施瑞元表示，要是会带团去现场，表达台湾若无在来会造成危险。外交部长吴钊燮嘛针对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处无专业、无中立，拒绝台湾参与，表达危险甲不满。伊嘛讲破背后就是中国的阻碍。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 WHO 2月要伫瑞士日内瓦举行，台湾伊家即马拢无收到邀请函，已经连续7年无收到。不过卫福部长施瑞元要伫19暗时亲身率领行动团去日内瓦展开迄个场边活动。目的就是为了要表达台湾在整个卫生世界卫生组织里面缺席，那可能是造成的一些遗憾。这摆行动团包含论坛甲双边会谈以外，也要安排台甲保安大厦签署合作协议。这摆对世卫组织袂当秉持中立专业原则，佮拒绝台湾参加。不过报表示高度危险，部长吴钊燮也先前组织来源就是中国。中国一再在国际社会上面声称说代表我们台湾，那这个是说不过去的，我们台湾人民也不会接受。吴钊燮表示，今年相关台湾参加 WHO 的声势比以前较好。台湾10月友邦已经致函秘书长谭德赛，要求邀请台湾参加提案，来自今年大会议程，为台湾向世卫秘书处进请国家层级也比以前高。Several occasions and in different arenas raised the importance of including Taiwan in variou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, such as the WHO. 来台访问的瑞典国会访问团甲总统蔡英文见面的时阵，也公开表达支持台湾参加 WHO。另外，有倒一寡国家伫场边举行双边会谈，外交部表示，目前拢在安排当中，会继续努力，争取各国行政部门甲国会部门对台湾的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最近咱